夏天来食一碗沙叶冰非常消暑。不过今年的沙叶受到气候的影响，花况非常的歹。早期有早花的，那早花的花况大概有2成，那授粉还不错。那我们后面大概有4成没有开花。那在后面的晚花的目前的情况，还是在授粉当中。有授粉的果粒，有经过高温的焚风的摧残的话，它可能它的招果率都会下降。早花沙叶结果率大约只有5成，较暗开花沙叶树结果的比率嘛无好。立委郭国文和林俊宪邀集农政单位来到南华、南西用这顶沙叶主要产地来会勘。有的开花大概就3、4成、2、3成、5成不等都有啦啊，所以从开花率大概可以推估着果率。那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们是超前部署啦，一来看这一个开花率跟着果率的这个关联性，那在4月下旬的时候来判定是不是有天然灾害的补助。立委提早会勘，就是希望会当将损害降到上低，要求农粮署4月底进前，要完成财损补助确认和产销通路的规划。不过林俊宪跨区会勘，予人好奇是替后一届市长选战做准备。未来的事情呢，我想就是看当事人怎么表示。但是我必须说，越多立委来关心农业议题，我相信对农民、对农业都是好事情。极端气候予农民歹应对，不过有立委来关心地方重要农产，嘛是好代志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